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6，箴言6章23節安尼講：因為命令是燈，教示是光，懸家的責備會帶你行活命的路。甲來祈禱，愛願聽從命令，遵行教示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關榮耀、永無改變的全能上帝。你是人民疼痛、恩典慈悲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，你的作為奇妙偉大，你的信實穩固堅立，你的公義遍行全地，你的慈愛永遠直地。主啊，願要來高舉甲稱頌你的聖名，也要佇全地來布揚你的好名聲。主啊，求你全願知，聽從你的話，就是活命的泉源。獨獨遵守你的教示，阮的心靈才通得到真正的平安甲滿足。主啊，就阮行佇你的真理中，阮的人生才通遠離黑暗甲敗壞。求你予阮在遵行你的命令，遵聽你的教示，予阮通行佇你活命的路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